我爱看镜头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想。我做演员做7、8年啊，我毋捌用台语表演过。我摄影师雄雄甲我讲，你伫你的房间有一个你最爱的人要离开，我就哭，啊！即摆我会装，搁水吼。哇！恁两个查某囝，可能会叫想我是起笑咧。虽然我讲我无代志，不过即摆我确实是无介好。我即摆来公司台语来上课2个月了后，我感觉规个人的 energy 足悬的，就是足久无上表演课，上甲遮尔满足的感觉啦。我是一个演员，我是李想。